敬仰是大人，请恁的姊妹大家平安。我一个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祝福咱，望用你的手感用你的嘴，你隔壁周遭3个人，上帝赐福你，今仔真欢喜，大家敬拜主，上帝赐福你，今仔大家三个敬拜主。听了到即句话讲，一个人无论一个受肯定，迄个其实心内会不吃真长的时间吼。所以人讲安尼，若是好话的冬天中间会感觉真温暖。也感谢上主的恩典，记着小牧师可以邀请我有机会，咱是到有机会来敬拜主，望通过一段今早起。上帝话，搁一边对咱讲话，互听甲讲的人平平伫着做主家己，咱三个祈祷。耶和华是你的名，也无创世以前就存在。你是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，万神的神，万灵的灵，万君的君。多谢你，互阮伫你圣神感动下面，互阮通了解基督是主。若无基督，诚侪人。到伫我哋中间，做阮担当做我，就是你顶讲诚，愿今仔日伫你面前所有做就无彩工。感谢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救恩，互阮得到永生，甲你相结连。我来感谢上帝，你听阮亲像空气甲日头，互阮得到受乐。伫你内面通超做什么叫做生命甲生活伊个意义。甲生命的目的，主伫你互阮的生命，就是你特别创造中间的一个结束。我有你的形象，我有需要主你的帮助，互阮会当完成主你是伫阮的生命成为祷告。你既然带阮是大人的姊妹，伫你的圣会来敬拜服侍，照着你的话应允，出伫你的话无一句无带亏咱。人心祈祷的时，天父上帝你就伫阮的中间，愿上帝神运行的会堂，每一面奉耶稣基督圣名慈悲，阮得到利益，得到你的赐福，你伫阮的中间得到该得的荣耀，将这时间永无交托，互听讲的人平平得到做主家己，奉耶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媒体 Discovery 捌介绍一件事。就澳洲的破事有一个青年，伊已经40岁，总是面10岁。4年中间，伊才老1岁，所以也是大人真烦恼，因为这个囝4年才老1岁，永远是少年。所以伫中间伫破事甲伫澳洲有真侪病医检查。拢找不出什么款的原因，但是这个妈妈真大的负担，感觉讲是毋是伊的因端，互这个囝袂老，将来什么人要甲饲，所以后来到伫美国的所在接受，伫个所在的检查，经过真安尼真长真烦，而且囡仔伫咧澳洲检查过程中间有。受了真大的刺激，所以拢较无啥会讲话。到后来伫美国最后我检查出来，就讲你的囝的性命发生状况，性命发生问题，所以大家一直咧闹，恁囝4年才老1年。结果嘛，毋是伊的 DNA 的一个问题，是因为伊脑。伫咧成长过程中间出错，咱的生命对伫耶稣基督也未来时，咱对亚当夏娃就爱经过咱的生老病死苦事。当然，耶稣基督来到人中间解决这个问题，互咱伫伊的内面得到永生。所以伫迄个哥林多后书5章17节，人若伫基督内面，就成做新的人。咱旧的生命若
有出世，总是耶稣基督来介入你的生命，大概就无相像。当然，以下甲你检查，不过是你成长过程的中间有出世，总是嘛袂人人知。所以咱今仔日通过这段圣经来三甲想真实的圣经在，从伊主要互咱搁一遍伫即个十诫顶面来三甲想，你我的生命爱改变。咱无可能永远少年，10年河东，10年河西，3年7轮河快下文，这些代志拢伫咱生命过程的中间拢会发生。总是咱若无调整咱的思维，若无调整咱的看法，大概你的气力会真歹过。有一天你游玩的落台，甲我同款，我爱退休。有当伫迄个一世人伫个所在徛讲台，有一个年纪总袂限制。所以今仔日这段咱来三甲想即个背景的时。咱知亚历哥城对咱基督徒来讲是袂清楚，因为约书亚第6章，咱通了解亚历哥城，就是因为因一讲说一遍，7讲说7遍的了城倒落去，所以毋免出啥物，敢若听耶和华的话，就伫个所在城倒落。那是啥物？第34章的第3节，用这个所在是一个真唯一的所在，农作物真好收成。所以，伫旧约时就叫做芬芳之城，真水的一个城。然后伫新约的时，咱知是罗马占领这个所在，是工商一切的经济内面，对罗马政府来讲是个真要紧的税收的一个所在。当然，罗马人来统治这犹太人，就爱用你犹太人来治理犹太人。安尼才较好办代志，其中就是一个设计，头一个言之示出来，咱读的是伊是一个抽奖长，按照讲税务局长、局长，生活真好过。伫个中间，伊的人生敢会快乐？咱来注意甲读这段圣经的时，耶稣甲有啥物关系？伊敢若有钱就好咯，有地位就好，伫上流社会，总是伊的心灵不够大，所以才听见耶稣不为遐敬畏，因为伊真底就爱爬去生在树来帮衬伊较矮，为人看到耶稣，风声有耶稣，总耶稣不为遐敬畏，爬去生在树的时，耶稣看到伊伫生在树顶。来讲，撒该今仔日我要去恁兜，这里毋是耶稣毋讲撒该，我去恁兜好，言之是我到你家里可以吗？耶稣伫个中间直接甲讲，我要去恁兜。但这段圣经，互咱头参来三甲想，耶稣来讲我要去恁兜，伊佫讲，耶稣讲今仔日救恩到你的厝。因为伊犹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人子来就是要超越世俗的。安尼，互咱通了解伫这段内面，第一项，上帝永远是主导宇宙万物，主导一切的事。所以伫出来第32节，当这个摩西甲问讲耶和华，你若叫我去伊若问讲你的名是啥物？耶和华甲讲我是自己有的神。所以咱连以前的兄弟姊妹，咱会通了解，咱来到礼拜堂，毋是为着礼拜来做礼拜，咱是上帝通过圣神感动咱，耶稣基督是咱的主，所以伊是一个生命的主，也无创世着以前存在这个事，所以讲除了以外无别的上帝。咱的生命上的观念若无改变，咱知上古即个铁男女一句话讲，你伫咱的圣经讲，你怎样想，就怎样什么款的人，对无？相由心生，你若欢喜，大概你会面就欢喜；你若
忧愁拍甲，喙唇都会当调过来滚耳目。所以怎样思想，就怎样行为，思想行为；怎样行为，就怎样习惯；怎样习惯，就怎样个性；怎样个性，就怎样命运，对无？啊，无安尼，无你是安怎？所以一个人的思想能改变伊的一生，会当主导伊的一生。咱做一个基督徒，对这位上主，互咱当了解，伊是拣选咱，毋是咱拣选伊哦。咱是有福气的人，阿门。所以有所书里就第8章讲，咱信耶稣基督是因为伊用恩啊，是出自伊的恩，咱才当成做基督徒。毋是讲较有修养，毋是讲咱较有修养，乃是主拣选咱。所以耶稣讲：撒该，今仔日叫我要到恁兜，我去恁兜。这要甲咱讲啥物？就是上帝永远是主导你我一切命运的上帝。诗篇139篇第16节。讲你也未形成体质，我拢写伫册上。咱也未形成体质，日子上帝拢甲咱定伫好势。咱毋是宿命论，咱是上帝开启是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。伊内面因为咱若无对上帝帮赞咱的智慧，人囡仔袂通了解大人的世界。受创造的意愿，袂当了解创造迄位神。诗篇147篇的第4节，伊讲会当将遐星神一粒一粒甲互伊的。传道书第8章第8节，无人有权利通管理性命、留性命。正面27章第1节，明仔是啥物，无人知，只有上帝知。我用这圣经在互咱三甲想的所在之上，这位主是主导你我人生、甲整个历史的上帝，所以有主导权。伊讲，我去领导，毋是我去领导过无。因为当主耶稣甲你讲，我是你的主，你有欠我，亲像这世界。愿意将耶稣到伊的厝，咱知耶稣到伊的厝，你若注意下看，耶稣到的所在，拢带来救恩，带来医治，带来祝福。咱人人生中间会当像撒该兼在咱真正样，咱所交接的拢是上有上的，咱所直接的也是咱的这个所扮演的角色。会兼在互人破摊，总是遐个幽怨会当带来你心灵的真心的安慰甲满足。然后耶稣基督伫你我生命内面，咱的人生是彩，毋是彩色，是乌白。所以认为，咱的主是主导一切。约翰15章15节、16节。是我敬的，毋是你敬我。咱有当时感觉讲是我敬的，我来信耶稣的啊，毋是。耶稣通过真侪讲道，互你的心较软弱，伊拣选你。像耶稣的这段圣经甲你讲，伊是阿伯拉罕的子孙，我来是超这世俗的，因为咱是上帝所创造的。是创造的万物的中间特别的杰作，的人是万物之灵，咱有上帝影响，所以咱真要做代志，要几次把刷子。生命需要改变，毋若通了解上帝是主导咱一切事。那安尼你就爱甲上帝透交起来，透亲密。你亲近我，我就亲近你。你无亲近上帝，上帝会亲近你。你无欠咱，这是他告诉我们背唔着4章4节。你亲近我，我就亲近你。你若看我仆仆，我就看你。
第二项，太多这个世界伫个所在要生命改变，我认为人生一定是调整。伊对人生咧看讲，人活伫世间，耶稣咧讲，毋是干那靠肉体吃的，乃是伊原来靠上帝话。伊讲有真侪朋友拢无法度通甲伊真知心，讲朋友满天啦，知心是几个？话拢是真侪酒啊朋友，拢是真现实的。所以俗语一句话讲：富在青山有远亲，贫在老市无人问。人生的起初建立，毋是伫不即上。咱知咱生命的思想若无改变，会误导我们的人生。耶稣为什么？你讲你看山里的百合花，所有文王所称的，毋但花一类，花甲衫甲所有文王较毋像呀，有啥物呢显然的对比？衫的后，迄是甲作的；花是活命的，上帝予伊的活命。花谢去，冬天游玩，春天来伊会搁开花结实。生命是久久长长的，只会有一个是会过去的。咱无误话讲，毋好大叹气。无，凡事形成，身躯精壮，亲像灵魂形成一般样。即则圣经才是世界上大经韩国赵永基教会牧师所为因的主题。耶稣约翰19嘛讲：我你活命丰盛。所以上帝创造这世界，互咱人享受的时，就是咱爱对人生有想啊无啥想的看法甲改变。咱若走享受人生，你若走享受一个传教者伫咧讲道中间，当然若受神啊教育的时。大家伊从事论、本论、结论，啊有走出来无？有出册无？总是对于恁观听众来讲是，有感动。你是家己欣赏的，还是来讲，你讲啊，毋知人说你用话修辞，佫又不那么恰当，你用是咧批判，还是用工作？就我无话过程中间有几个长辈。是内地人，有当时啊，我爬去楼顶听翻译，我讲你若爬去面顶翻译，李伯伯，我耳朵中听啦，所以我来跟说耶稣啊，我来啦，嘿，人伊来教会上耶稣我来啦，对无？伊来到伫教会虽讲是听，总是伊感觉心灵伫度好放。然后人生中间，咱来通用无三项的态度来面对的时。你的生活会空间会较宽，啊，若无你对家己过意不去，没有钱是万万不能，对无？总是钱毋是万能，钱敢会当买你的困眠，钱敢会当买你的食欲，钱敢会当买你的健康，钱敢会当买你的性命。英国古王。马里几世的时，伊是咧讲，哪会当要互我10分钱，也是一年的中间哦，我要用几千磅、几千万磅的钱来甲伊花。传道书第8章第8节，无人会当留性命。所以认为，咱若伫人生的看法，人生就简单讲是3饱1斗，早食饱食中昼，中昼食饱食营养，食饱倒落搁困，明仔载要啥呢？你若人生是看安尼3饱1斗，我就食力咯。啊，人生是感觉讲，袂歹，今仔日搁加趁一工啊，下日醒起爬起来，过遐咧喘气啊，对不对？咱最近以前伫咱教会，伫咱中华中会，啊，后来直接刷落去教会中电上牧师对无？顶礼拜六，搁别礼拜，伊是困过来去啊。所以生命是上帝奖奖，咱来用欣赏的人生来欣赏人生，大家是无相像。我毋知你的思维甲你的生命的内面安怎看法？
生命需要改变的是，你爱对上主更较亲密些。咱在罗马书通过保罗安尼讲，你的肉眼虽讲无看见我，总是看见这世间这特殊，你就袂当提示。你咱会当创造，像德国会当创造狗野，制作狗野，会爬拼，但是欠性命，伊就袂晓皮芳。狗野皮物件会当去扛物件，人所创造是安尼尔。总是你若通过上主创造，你会去遐欣赏的是，大概你会感觉哎哟，上帝那真好，人算做啥物？我即个有机会啊，所以参观博士娘啊，议会到顶个我转来去南美啊，咱知去巴西较主要是去看马老师的一个，即个马老师的一个真出名的湖，迄个叫做亚马逊啊，船开到伫迄个大海中间，迄个亚马逊的是6000公里一长，世界上大的迄个湖，伊的河面是100公里宽。啊，逐个全世界要去看啥物所在？看迄个海面遐尼大，湖面遐尼大，有2缸水永远拢袂合作伙。一缸是卫冕有来黄水，一缸是哥伦比亚落来水，是乌水。啊，果人留果人的，啊，所以船伫迄所在就是停伫后，你看，迄水安尼，含着湖面安尼宽，啊，水安尼流，那应用水的合作伙也会。到啥物所在合作伙？到伫迄个要下的时才合作伙。所以你若看见车的，为什么世界遐尼侪人去旅游无去看伊？就是实在是上帝，实在是通过字典互你了解，伊是乌罗达字。所以咱的诗篇147篇第40我咧讲，伊讲耶和华上帝当称伊遐的星一粒一粒叫伊的名。咱有当时叫囝来，啊咧跋落今日听的是，连叫囝都叫唔着，但耶和华上帝袂叫唔着，逐粒拢会通叫伊的名。但咱的上帝伟大。那咧，我搁继续，搁到阿里亚乌的所在，阮另外一工爱搁去遐。啊，船啊入去伫迄个亚马逊的内面，爱开2点8钟。迄个所在，咱也有看迄个泰山后啊，迄就是伫遐拍。迄所在，什么人去？卡特总统啦，美国总统啊，真侪出名人拢伫迄所在翕相。啊，咱知伊的厝是起伫树仔顶。啊，甲恁讲，你嘛无爱相信，其实个甲伊就甲阮带去讲，伫总伫面顶呢，这是卡特大呢，哦，那住伫3楼，面顶阁有铺路呢，树仔顶的窗铺路，吼，你看偌趣味的代志。啊，当时设计到什么，完全你入去原始森林内面。啊，上帝嘛真照顾遐个原住民啦，吼，遐迄个巴西人，因伫迄个所在。掠鱼咧过生活，啊，伫遐吼，我感觉伊咧奇怪，啊，因遮要要食啥？啊，即个巴西政府啊不见真照顾啦。如果讲船开去到里内面2点外钟的时吼，迄个亚马逊就搁甲你牵电啦，吼，嘛伫湖中伫海中湖中拢是有迄个加油站，啊，互伊毋是讲咱往无摸的呢，才看会着。我要讲安尼意思就是讲，真正上帝照顾遮个原住民，水会落来，半年久打去，迄个所在打去了，互遮个原住民种啥？你知？种咱叫做树枝，咱树枝粉，树枝半年了收成了，迄就是因的主食啊。我甲恁大家三个分享，就阮通过自然，你就了解上帝实在伟大。你不得不改变你的思想，毋是干那讲嘴讲的。但我上帝爱你实在老高会食过啊，真伟大！你看了，所以视频第8篇讲，人算做啥物？你互伊这么尊贵。所以上帝创造万物了，最后才创造咱人，互咱甲伊三个同工来享受这个世界。所以你
咱的信仰需要有改变的，改变你的思想，改变你的看法，你的人生的舞台太宽。啊，若无，你会感觉讲过意不去。你好的一天，歹的一天，到底你经过这样，逐个嘛无经5工好的，但是你感觉到你若无改变，你就无可能，互你的人生生命规划。咱第三界人通了解，伊毋是无钱，伊毋是无地位，伊毋是无名声，歹到伊要找耶稣，因为遮个物件拢袂当大去。伊了解拥抱过去就没有未来。你若一直咧抱你过去，我过去是当时，我过去是后，我过去是安怎？你无注意人生的转弯处，一个弯就是你的啊。所以你若要有未来较水的将来，你就甲有诶迄倒去。所以耶稣讲过，迄个表，保罗讲，迄个表来跑走。耶稣讲，亚瑞无看后壁。上帝咧带来的人生，逐工拢是无共款的。总是咱若有一款的理念伫咱的内面，来甲你生活真好过。咱是上主所听，阿门。耶稣咧讲啊，伊是阿扁哈的子孙。耶稣来到这世界是要拯救每一个人。上帝疼世界人，甚至将伊独生子想使世界人，竟然死个人袂定还转得到永远话，伊疼世间人到安尼。每一个拢是上主所疼的对象，无一个是感觉讲安尼。人讲上几一句讲，天生我材必有用，是咱莫看轻家己，咱来肯定家己，咱爱疼家己。你若袂疼家己，你的人生活真不顺呢。我即边参一个教会的执事，还是不是拢走美国？真趣味。我话你即次生我真水嘛。伊甲我讲一句，我永远会记得。讲我对自己很好。我那么有钱，孩子都在美国。我每一年的生日都给自己添加一束我看做足够的。我逐年生日拢为着家己做啥？第二，你为着家己生日快乐者无？你为着家己加食一粒卵无？你食落是福气呢，做事落食是福呢。你家己对家己较好，对无？对家己较好，毋是干那肉体上、心灵上。这世界是感觉讲，我若安尼要行路无毋茫呢。真安尼多朋友无，啊，拢是像我朋友，拢是嘴讲的。听见耶稣为也过，只要转弯处就一个盼望。伊个体会到生命的品质，毋是只的外壳，那是真正迄个价值性，是个品味啦。当然，上主的祝福咱来打拼，毋是天顶的乐事拢爱，总是咱要怎样伫咱的人生内面来经营，是咱的问题。上帝，互你5000呢，互你2000，互你1000呢？你甲注意看卖，主人啊，我已经5000，我趁落咧。你甲注意看圣经，耶稣甲问讲，啊，你安怎趁？当然伊无去抢人啊，但伊甲讲，你是好过其中人，无就是讲伊会当规划伊的人生，会当用上帝予伊的恩赐伫遐来趁钱。上帝互咱人生嘛是安尼。阿玛迪斯做莫扎特，你知？乐生。人家问讲啊，你会做甲谱中间有一个多余的音符，伊讲没有一个多余的音符，这就是咱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咱每一个人拢是上帝所定的，阿门。总是伊真讲一个真出名的话，伊讲我是咧行上主所予我的这。真正上帝听咱每一个人通过是大人，通过这个真多的天使，互你有今仔日。总是伫迄中间，咱也会当珍惜，咱会当回应上帝听。像阿玛迪斯这莫扎特，我是在回应、回答，感谢这位上主予我今仔这个恩赐，咱能献诗唱歌舞乐。所以我的音符没有一个多余的。上帝创造咱无一咱三百有价。大家拢是上主
所听的。最后一点真要紧，当咱听见这的，这世界的一个故事，总是咱当然要有回应。咱若回应的时，你就会感触要怎样来调整。巴西真好，我毋是要介绍，真好徛起，但是真歹所就是啥物？唱真多，拢真枪实弹去恁兜共唱。当遐个牧师奉唱的时，讲啊到底是谁用唱？伊讲牧师是安尼人，今问阮巴西讲，倒一个牧师忘唱过野手，大家拢唱。巴西人为虾米唱的？因为无虾米教育。应该你讲一句话，讲你们会赚钱，但是不会用钱。爱唱拢要唱啥？拢唱美金。啊，大类较粗鲁的本土员讲是鸟唱。啊，咱一个长老的老，伊本身这80几岁落来，两个哦，啊老要90岁咯。迄9岁的人，佢哋去唱哦，早是2、3点，唱无美金，甲拍到头壳开脑，你看有目睭无？我咧讲哦，是真好徛起来，因为世界上大个，无论苏澳、中共还是加拿大吼，甲即个即个大个国家，总是因所使用土地无亲像巴西有160%会当用了，实在是真丰富，总是真好徛起，但是真歹的所在就是唱真正难。当时一个人逢唱3遍，一个牧师唱甲50年差不多安尼唱，我真正真艰苦心的代志，嘛佫有惊着，因为伊是无唱，有诶夜唱有夜倒，啊，迄牧师佫真勇敢，讲唱去家己唱伊个倒。所以就是当咱拄到真侪代志，咱会回应。当然，咱会用正面，毋是负面。咱用正面去思考的时，大概就无相像。这巴西咱知影，一个女总统，我那一路撇掉，伊是以前互赶出来的，所以伊毋是一个皇家出身的人，所以来看伊的清查，因为其实个花拢伫因遐开。虽然我巴西语我看无，但是伊原看无所故事就知影，个清查拢真朴实，但是真有魄力。上下对伊摕把你迄个部长抬7个条，歪锅拢掠起来，这是无简单。这就是伊伫迄中间佫出名，较迄个所在，就是我要讲是一个世界强的国家，真正有可能强啊，因为物质真好。所以即摆强调一项，所谓百姓，因巴西人拢爱读册，伊要怎配套措施？读册领导，每一个人爱读，车去到领导甲你知。人伊的策略偌好，你知？咱选举是自由选举对无？伊讲阮巴西大家拢去选举，讲家己民主啊，搁自由选举，伊讲对啊，你若无去选举福利就无啊，大家拢会乖乖去。我毋是7%选举的，伊是7%选举。伊往小想要用教育，就是安尼，用百姓若无教育，永远是戆的啦。所以咱台湾人真侪拢请真侪工啊，迄工啊真正拢无读册。所以大家讲咱走干还是路咧较歹听，咱真正因就是即款的情景的想法。所以巴西人看伫因的民族，若无提倡因的教育，大家因无五忙。所以就强调车一定到领导甲你载，经济无好势，政府甲你补助，要提升伊来讲。伫咱游玩，伫我遮甲恁3角分享的时，咱游玩咱人生面对真侪心路口的时，咱爱对上主有一个回应。你看一段圣经一段了，性命需要改变，你也才要改变无？改变对你好呢，毋是害你呢。像咱头前敬拜站咧唱的歌，咱心甲肉体拢会老呢，毋是爱老呢，是都无法度啊。这生命的过程，你若无家己对家己接纳家己，无你是要怎？你敢若流目屎嘛法度？对无？以前我是一缕花，即摆黄脸婆，你今仔日黄脸婆，互神飞走，若无你即款的付出，你今仔子子孙哪有今仔成就？迄是咧成就感啊！你著爱家己落费，
所以当咱生命拄到平静的时，咱都爱亲像伫圣经即个撒该的原理到伫主的面前。咱伫上主的内面的生命，若无即款的关系，咱真正咱的生命伊无啥物特色。主真正爱咱每一个人，阿门。亲像你无囝形容无女上啊，马街甲马雅国，若毋是为一个为台人，一个为北国来，今仔日就无咱在座伫遮当做礼拜。将近150年前，宣教师来，咱知为将近150年前，即个读书，咱也了解神做啥物款，总是因性命对上主的爱。哪一个地方有需要，我就到那个地方去。因伫所在将主的福音介绍互咱，咱今仔日在当地即所在做礼拜。洛克菲勒了解，我时常拢用即个故事来勉励我的一个企业家的生意人。伊40几岁时，就是一种病，大概跳，家己推主。伊的传记内面有写，所以一天伊知影讲来历无多，所以就请伊的牧师，以前处理落来教的牧师来甲伊对话。伊讲我伫少年时真拼死，我要趁几十万、趁几百万美金，拢我挣，但是我拢无去教会，啊上帝请长假，了通过牧师甲伊祈祷了。当然，主里面啦，还有那个助攻一个基准班。伊讲我，你若要留互我的性命，我要为着你来拍拼，我要对上帝讲，要加万少。但是咱为着家庭，就是个要拼无问题，迄上主互咱的资产。但是哪会当，搁为着上帝讲来做，哪无上帝？就无这个世界，无这个宇宙，就无咱的生命。所以咱讲洛克菲勒真出名美国人，伊今仔日的基金会继续咧帮助真侪人。无论以色列人摕伊1000几6亿的这个研究费做医学的，伊若无伫上主的面前，生命这基准，咱抱着希望，转弯处就一个希望，抱着过去你就没有未来。你看，人过去。唔帮的，你都无变仔知。唔望主帮衬咱，互咱通过撒该这个故事真实，上主的话过一遍对咱讲话。你我爱国，生命爱改变，生命改变了，你就无共款。安尼旧年我的大汉后生伫大神咧教册，曾新德牧师，若伫不 TV 都看到。接我的工作，所以阮就从牧师去巴西3个月。大家即摆看到我讲，诶，曾牧师你无共款呢，较夯呢呢，讲我加10公斤。哦，我就无压力啊，我就免烦恼东烦恼西啊。我当黄庭教会当伫遐30几年，带头人啊，即摆换阮后生去烦恼啊，啊轻松啊，我就落来就去佚佗。啊！你家己对生命有完的了解假的，你生命要改变，咱人拢会老，这是生命的过程。搁一遍转来到伫圣经，撒该人伊安尼来收束、来检讨、来反省，伊的人生是灿烂是祝福的。望主有完来帮助咱，互咱大家伫咱的职场、伫咱的生命、伫咱的温顺。咱来谈，主的内面通过伊改变，愈改变是愈水，愈改变是愈高水，愈改变是愈受束。咱三个人祈祷。甲阮三个弟弟，阮亲爱阿爸，阮的上帝，感谢你。阮会参时大人兄弟姊妹，伫我教会伫遮来敬拜阿罗，将荣耀归到神。这是何等的福气！特别佫通过你的话做阮的帮助，阮的人生有当时就撒该这么铺路
总是心灵却袂当记到头壳，总是世界听见耶稣有影见话，伊就去看耶稣。耶稣主动来讲：我今仔日要到恁头，主愿在你来到伫世间，你伫心阮的门的心门旁，我若是掀开阮的心门，主要入阮内面，阮就地面上哪有天道。主愿你帮助阮，阮通了解你是当真的神，除了你以外无别的上帝，你是历史的主导者，也是带阮一生一世，阮迄种荣耀归予你。当你的话对阮受下时，互阮会当真正改变伫你面前，成做上主所欢喜的。主过一遍感谢你，愿荣耀归伫上帝时，总是流露你的恩典福气，平安在阮的中间，奉耶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